开始，嗯。各位，再给他说，各位小朋友，同学再见。大家我们现在可能羡慕人民世界今天我们这些在座演奏团队，当然演奏团队已经差不多这几次应该结束，但是呢，因为这结束啦结束，就是因为阮礼拜后礼拜礼拜六、拜六、礼拜三日，阮的这本书的这个学会因为这本学会当中呢，因为这本书在教育，就是讲你讲这个老前人的这个书，老前人书，因为它是分成这个道德底线、道德之前，因为呢，咱马上讲这本书以来，这老师一定跟咱老前人一些老师，老前人是咧教书物件。所以呢，他们因为这课就是因为咱21号这考试课时呢，当然考试课这个咱这讲的啦第二个就是咱话讲，咱讲的经验这讲的，对啦，就是我第一课咱话讲，这课呢就是你用道德这个意义，也名称叫做道德意义。阮这个修人要知影理行，你在行就是行，对道德这个问题，你要清楚来做了解。这个修的人，若不了解道德，这有问题。安尼当中，咱唔知要行做去，咱就不清楚。因此呢，咱学校为着这个班处，像你讲我给你听啦咱给你这段做什么？先讲互恁听啦所以咱过去咧，今年咱同学的过来大班的比如讲这个思维意识啦那些时阵讲到这个但是有这物件拢进行咱好些，而且个做同学班咱同学是做一个学习当然咱后礼拜咱这本书这个学会我这个这个语言来训练我这个语言讲出来这个字这是因为是艺术一些语气，这个道德语言这个道德的意义因为下一班落去，咱同学一班了，今日班叫做语言安尼这个道德的意义，后边叫做理性安尼对介绍讲道德因为咱语义迄个补两课，邀请着咱这个人为5点4来讲，两课是进来啦因为道德这有义务的，因为道德这有义务的。所以呢，因为这个道德是什么重要？所以呢，这个英文当中刚刚做一个分享这个经验道德两字是涵盖天、涵盖地、涵盖一切事物，涵盖真看得到啦咱讲风即属物啦百即盖子人讲凡即六合摕造物咱讲因为这个就是讲风化这个道德的两字风化，就是无所不包包含在一切内底，拢总于内底。
那关呢，就是参像迄个退中域，迄个演化器叫做电，若退中有域叫做道。哦，迄个道就是叫做介质，显化器叫做电，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你看，咱老祖以前是咱来讲，大道语言生物天道，大道语言运用语言，大道语言中用万物，无乜比喻用来话道。讲因为道的物件，你甲演化，甲演化去，叫做电，叫做电，所以叫做无所不包。所以咧，这句话，这个大道虽然有限，介质虽然有限，但是属于有限。咱这个身躯，就叫做属于嘛，但是咱的灵性就成介质。你这马这就有限，但是你灵魂有限，灵魂无限。所以呢，灵魂虽然无限，但是伊会当组成着这个属命，这个身体。咱的灵魂叫造出来，简单讲，这个会倒位，会倒位，所以呢，这是简单讲，这个道的这个意义。老街人当地啦，当时了解道场需要以道德来引导，来引导修办道啦，有时开着第一班叫做道德比喻，我讲这物件是拢叫做道德比喻啦，因为头前这是正法内底啊，后壁是拢咱道德比喻内底，差不多内底本论，咱是拜成安尼啦，所以第一班，而咱当时老前人就所包括再甲竞争啦，再把这个心理知识这种两书，这本就是因为当时老前人给本的这个这个都是地名啦，来教育这本书，帮助人才啦，就讲一位修道人，爱捌迄个道德，捌道德啊，一个修行人一定爱对道德来做修取啊。一个修行人若捌道德，那安尼当做伊修道，就是拢要修假，拢做表象物件。你道德了后，你要这道德后壁要知人行，你知行，爱就知人行，安就对啦讲到退中无命啦就是讲道，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道，就是退中无命，迄面到互你有当看到的物件，就参像咱咧讲13岁，伊会当生在这么大，伊其实是一粒世界上后无啥块的经济，因为迄个经济互发明起了后，13岁就水啊，这种树啊，有几个人合头起舞啊，嘛是开始是来自于一粒伫世界了的经济，但是个经济环境或者经济发明起了后。然后，这丛树啊，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这丛树啊，真正不可思议的物件，遮大啦所以呢，这个道，若要甲讲起来，讲明宇宙是涵盖真宽的物件。但是呢，讲起咱人呢，就是讲咱人讲做良心本性，讲起咱人叫做良心本性，咱就是本性，有吧？咱嘛谈咱就是本性。但是咱这个本性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讲咱一个人本来的行为，就是咧讲本体，就是讲本来的行为。简单讲起，一个人袂使离开道，嘛袂使离开德，道所流露出来叫做德。所以咱来讲，道也是不可思议啊，可能的会啊，德天是安尼讲。但是就去经啦这个用就来去讲片面之为性，实性之为道啦修道就是道，xuất掉道，xuất掉迄个性所造出来物件叫做道，简单讲叫做道德。因为咱人离开迄个道伊本来的本质，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道啦。无道啦，就是为非三者，无下迄个道叫做为非三者。我来讲是足简单比喻啦这只火车，若咧离开火车路啦叫做轨道火车伫咧走轨道
火车若要走，要甲走公路呢，会走一个安尼叫做轨道，吼。船伊若咧离开伫咧航道，伊落伫迄个落石呢，比如讲的是呢，铁达尼号。铁达尼号伊嘛若下底有一个冰山伫内底，敢是安尼？你拢伫冰山内底4万个人，历史内底当中，互咱感觉不可思议物件。海底有个冰山，但是伊无照着伊伫即个航道咧行，伊弄着迄个冰山。铁达尼号这个点里内底，这是实际的物件嘛。飞机呢，若要照航道咧行呢，飞机咧烧落，你慢慢海阔天空呢。飞机有一个 GPS 或是啥物，迄航道做准诶。伊咧总我是离泰国咧倒来台湾啦吼。咱想看飞机咧飞一摆，安怎起跟咱落来？飞机毋是照航道咧行呢，飞机要起。咱就是关道呢，毋是航道呢，毋是西边边呢。西边边伊看到另外呢，伊是关道，你比如讲，伊要去2、3万，要倒来，伊2、2万5，伊航道是安尼咧行。所以有一个当中，我嘛做一世啊，坐飞机，我对泰国过来，安尼啦。但是我看台湾一台中型要飞去泰国当中。我看袂底，毋是住伫边啊，住伫一底。我当时飞机咧，伊个航道就是两关嘅航道咧飞啦，伊有伊固定诶。你若小小个伊个关道呢，迄有阵时你看着拢袂快，迄速度是几千个呢？你问看飞机要咧走，要咧走呢？你问啥物人？我坐伫讲，咱蔡经理，伊咧飞机才拢要咧走。飞机要走，咱就能够坐，要咧走。伊看到海，我无看到物件嘛。你若看到什么速度过，对不对吼？但是伊看起当中，拢无像我拢无物件听看过，嘛无看到。就一个空间咧对面，但伊速度2000万，无离泰国倒到遮2000几公里，离泰国倒到遮才3点钟就到。迄本来咧就是这个点所以呢，飞机要速，咱人呢，当然咱人要速度道德，要速度德啦，伊所流露出来的德，无违反着道德，安叫做道啦，所以毋通来讲，德就是本来的为，这是真嘅做介绍啦，但是道是啥物件？即摆直接来甲你讲道。伊是啥物物件对啦而今台湾出于天地二性之前目的之数啦叫做目测以上啦倒伊个台湾，倒伊个本源甲你讲，伊本来迄个源头出于天地二性之前，迄个天地也袂有当中有道甲你讲是啥？二性之前，你是有天地。安尼当中，天地是两生，甚至已经咱有看到囝啦，但是甚至迄个囝也袂说一直伫你巴肚妈妈巴肚内底啦。实在你看到囝对，倒看到天地了后，因为天地的一前有一个物件在生天，咧生这个天地，这个物件生天地，咱嘛知影去到倒，我不得其名。重要对啦所以咱出于天地二性之前，目的之数，咱这个开始的啦目前之中，嘛不暂时呢，就是结束的但结束咱就还起来咱这个世界会不离啊所以咱如来主来讲，如来主啦伊经26章来讲啦，有不分性，先天的性属的。条的，所以伊即句来讲，有不分性，这个物件有一个物件分性，有一个物件去分性这物件，我嘛唔知怎样讲的。即摆就讲一个物件，有不分性，都有一个物件去甲生这个物件出来，这个物件叫做就是重要嘛，对嘛？
物件咱生出来，有这个本毋知是安怎形成的，按混成嘛，伊嘛讲道啦，到尾咱因这袂讲一个物件道啊，咱今日这个肉体是啥物人生咱这个肉体？叫我混成，是安怎讲？有正无见啦，咱若讲有正无见，但是迄个灵呢，有一个物件形成，咱用了叫做性，天命之为性法，叫做性。这个性是强命算呢，敢是安尼？是强命算，这本来就讲一个物件，所以老师甲你讲，当今甲你讲，先天的性，先天的性，伫迄个叫做天地，离天地一境，叫做先天的性啊啦。但是个物件，叫物件，叫做俗的、聊的、急的聊，急叫做这个很急速，这个急的解释讲叫做无声，这个聊的，就是简单叫做无形。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有为这个物件是无声到无形的物件。咱各位，咱就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咱里面有声无？咱里面有言无？但是无声无形，对你这个运作你这个身体呢，有声是经过你这个你这哪个言而鼻舌，比如经过我这个是讲出来，我是放上讲出来。较早爬山讲讲，因妈妈的时阵啊，爬山，会先做一个，你都毋知我带走伊，你叫伊做安尼，伊就咧家己咧，爬山好就讲，因老母咧讲，爬山，妈妈天天甲你叫，你是安怎拢无回应？我妈妈我甲你回应，你叫一摆回应，你叫一摆回应咧，无较无声，迄个灵你嘛回应，但是无地方上拿出来，我只。卖人条条，我咧印嘛无声咧，经过着我这个碰上的传到声咧，敢是安尼？道理是安尼，迄个灵有感觉，它有感觉，但是迄是无形，无相的物件，咱就出现安尼。后边来讲什么都，独立而不改，作行而不殆，可谓是天下。我不以名。义之法道，这是老师道经的内底当中25种的内底讲，独立而不改，作行而不殆，独立、独立，是不改的物件，无改变的物件，从未开始无改变。咱个发这地球，讲地球是咱都去生出来的，生物所以宇宙的物件是咱都去生出来的。但是按照伊个条，独立而不改，从不改变。这个地球若无照伊这轮廓咧行，这循环咧行，我请问，只要去动物把了星球，把了星球咧动物，咱只要星球，动物土地该害了，你讲知影？动物土地适合无变成这地星球该破来，当时迄日头，一暝日。咱就是咱转，今日去，从再来，今日去，你时来，安尼转，独立而不改，安尼转过。你若当日拢平安时啊，当日拢你时你转袂了，当日拢你时我不做事啊，然后抓死我一个人，你上进啊，40几度，放40几度，我互你平安时啊，互你的时阵啊，都那40几度你转袂了。袂坏，所以转袂了春夏秋冬回来呢，当时连咪春天，连咪夏天，连咪冬天，安尼做啊，互你人会当适合你这变过来这当中呢。但是伊绝对无改变伊个特性，独立而不改，做成而不殆，去倒来去了，但就是现在，这个代独立而不改，确实不改变，做成而不殆，伊无改变，伊无害开啦，代这个。这地球应该走较紧走较快就害了了，比如咱的祖先，主人生出来，独立而不改，做事而不殆，美伫咱内底当中
伊若甲你计较，你即个人吼，迄个时阵我甲你行一个读紧，甲你行一个读慢，你害了了，你要过了，你行就好势，你要食咩咩呀？食我这个身体出问题啊！但是以自信这个来对啦吼，他如如不动，不动如如咧运用伊这个把手，伊尽量咧运用伊这个把手，运用到把手揢咧这个把手面遵守，独立而不改，做行而不败，他就不懈怠。伊若平常时来要找你老婆，你比我嘛比你好，你连我就生活中，那生经历过，伊不会比他了不呢？独立而不改，他直接改变，无因为在讲情，咱人在讲情，用情统去讲，改变这个方式更好，他绝对不会改变。做事而不败，他绝对起来，如如不动，如如的给滚中这个发挥，他绝对不懈怠。可为天下路，那一得来讲嘅，你生地生来不来老母，该怎么是安尼？我不得移民，我嘛唔知这个物件去到哪会。不过呢，我会讲这是道，我一直不会是安尼解释，所以道不能是讲这个。但是即摆道格两义，即摆这关看就讲道。道是什么形状？行理无形，行无异形，声无异声，说无可说，名无可名，真空为空，事实为实，有理不有，无理不无，讲这是安尼解释。这物件来讲，行理无形，你讲行吗？无形，我都讲，但是偏偏无，一个有，一个无，咱知影？咱看电视这个把戏，我嘛知影。你讲你无灵魂嘛？有咧，你讲有嘛？叫我看，所以有形无异形，这个形无法讲你看，无这个异形来看，声无异声，伊都袂出声。迄个自性，迄个道都袂出声。说无可说，伊根本无法度去讲。说无可说，无法度用语言来表达。伊个来讲，名无可名，可是来讲无不的语言，重要。我嘛毋知是名咧，但是我靠这个道，咱各位，咱进步这种的名啦当时你不来名，你进步你我不来名对啊？你看办来，那办你那话在进步啊，那当时不来名，不来不来名啊，迄个办来是你妈妈当时在，你先说唔得，搞一个进来的吼，你想不要生出来，你莫怕听啥办来啊？那对。有你爸爸名啊，你好了对不对吼？但是因为你别个改了。但是当时你本来自信这个，伊是在自信当这个名，可能细个叫自信，都嘛当这个名，都做到。当时，但是迄拢是本名，迄拢叫做用名算。咱进来底人我好就是个正面来讲，我叫你正面，叫你正好这个名，叫你读这个，我叫一声，大家好，是不是咧叫？不是。所以来讲，这个世间了后，大小变分辨。但是属性上来对叫分别上，但是属性上来讲起，拢总同一个物件叫做属性，叫做本性，安尼啦吼。真空为空，事实为实。这讲这个是种作法呢。真空，你看一个真空，无空有妙有呢？你有妙有，但伊真空。所以咱讲真空无空，真空生妙有，妙有就是真空。那老师来讲，以这两个你咱过去的圣经来讲，色为空，
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色空不二的内底当中，伊本来色就是表象，空就是实相。但是你对实相所流露出来的表象都回来伊实相，安尼叫做有体，毋是有人呢。如果今日你若有人空甲有甲分开的内底当中呢，迄个物件变成无无无。所以咱今日爱了解是色，你讲色吗？都无色，可是无色，那老师迄个佛陀上，迄个金刚经里头讲，有一些电话，有影响什么？是人天下的这个电流来，佛陀伊对方面讲，色的物件都是表象的物件，红青白绿，都是世间了当中所有的物件。你讲什么色？伊都无色。咱平常一句俗话都讲，叫做出家色，海底什么色？黑色来白色的，水爱水色，水色是黑的白的，爱水色。你我讲真正用一个明星来讲迄物件出来，所以咱讲，这个有理有，无理非无。这来这当中呢，这来这当中讲无理非无，无理非无，你讲无吗？嘛是真正无。非无的无嘛，嘛是真无。就我拄则讲的，你有自信无？你讲无吗？你有嘛？无听我讲嘛？无法讲起啊！你讲有嘛？你听我讲，你讲无嘛？你会当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妙就是妙这个物件，所以咱学道，咱本来就是要学到对咱的自性中的内底当中，本来就是道的物件。咱你想，咱今日海本来是都是遮伟大的物件，咱看咱的武教，安尼乱七八糟，是什么原因？因为咱无了解是本来你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咱世间的人讲叫做比当时性人讲叫做自性，这叫做佛性。人人有个佛性，人人有个如来，不是咱本来有这个佛性，这个叫做道。但是咱家己这个世间所流露出来这个德当中，咱为三者所变成智慧的迄个真实的物件。所以，就去讲二十一种来讲，佛的、法的、医疗有强，佛的因为第21种来讲伊讲这个道物件佛的、法的、医疗有强，这个物件那叫像丰富的物件，丰富，你讲。那是有嘛？那是有嘛？过咧，医疗不强，我是有真解啦。虽然丰富，但医疗确实有莫名其妙的存在。咱想讲，你讲无嘛？但是莫名其妙的存在，因为医疗不强，所有的物件，咱所有的物件，包括手，包括所有的动物，包括伊的食物，我都非常。因事物拢无生，咱人生对不对？你叫恁的时阵妈妈、爸爸对的，用着从阿妈去了的，看迄个从阿妈，伊会真正挂起来，会真正挂起来，头会挂出来的。叔阿个抓出来的，看爸爸妈妈迄个video，看有迄个video，即刻真做到边仔呢？做到对迄个电动民主的，伊都我做到遮出来。他们那地方起来，这头我嘛是50外我就去一摆。呢，我吹手呢，甲我头唔发，爸爸该袂发就袂使。推了真好势咧，我感谢你吼。咱人看法度，但是因为枪这个枪，就是讲莫名其妙的存在，因为该发的地方，该发的地方。这都来创造那些人苗。后面我哋比较标准，你仿佛在平村的这个丰富。
又搁有一个文体的存在，伊就有固体的存在。佛门之间，你看这物件，有连咱无咧，无连咱有咧，但是伊种又搁是本的存在，它是这个物件。所以这物件就是这么奥妙，你我应该介绍一些物件。哦，比如说一个佛门，哦，一个文体存在，窑的里面一种一种，这个窑，在这个奥妙。这个名诶，在这个情观，这个窑诶，窑诶是讲一个无比的奥妙，名诶是讲名远，非常深远的意思。这个物件非常奥妙、非常深观的物件，伊用究竟，是讲无比奥妙深远，其中有能化育万物的精髓，都是这样。伊就是无比的奥妙，无比的深远。这个物件无法度用什么物件去甲做解释这个物件，所以以上我们讲这是莫妙不可言莫这个深不可测了所以有人这是万物的精髓。所有物件拢不一样，对奥妙深远来对讲究，咱先生嘛讲好，那伊对咧讲。有经无血，安尼就当生一个人。但是你唔记一句话，有经无血是阴阳交配，生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迄个物件若要经过妈妈把带来出来的时阵，无经过迄个囡仔爱啦换者，迄个囡仔活袂，迄个囡仔袂好。但是虽讲有经过迄个囡仔，迄个换者迄个叫做哪？迄个囡仔，迄点的精灵，但是囡仔身躯，迄个囡仔刚开始创造，迄个囡仔生出来换者，迄个囡仔经过上当中的变化，虽有有这有这有这，但是无有变化，变大汉变大嘛就出来。今次呢，我跟毕竟你这标准，应该你这个这个下回以他的对上下里面，但是我请问，迄个精灵是什么人生到老的？迄个精灵是什么人生到老的？咱拢讲主作天心主的上帝创造人就是安尼。今次呢，上帝创造的，咱出国讲上帝创造这个摇的里面就是无比的奥秘与深远。所以呢，这是万物的精髓。咱这里是社会人科技我用这些物件，我只讲这个科技科学，迄个外面，做到迄个自动人会当控制个物件。无想咱人才做嘅，你问我是来回答，你讲我是回答你来，无这物件。要食就要换啦，咱昨日遐衫穿，怎啦？咱昨日穿衫，迄台机械，迄台迄个机器，昨日别人穿衫无，怎人咱穿衫无？也许未来有法度做到这个感觉，因为伊的这个软体的输入内底，但是无法度做到像咱一个人完整，这样咱精髓的物件，无可能。无可能做到完全像一个人安尼，我讲人要讲宇宙啦，宇宙体力上无啦，讲比咱人来无啦，敢是安尼所以有精髓，以精成精，以就就是这是咱讲的这个内底，20种的内底，咱讲来讲，比如以精成精，以就就是以精于成精，这个精髓的有一个真正真的物件。这个实体，这个实体其中有形，因为伊虽然是一个真非常真实的物件，但在内在有现实。我拄则讲，天地生万物生一切物件，伊拢按照规矩来行，按照程序来行，按照程序来行。人人本来就是属性道，就是本来就爱做自然。做自然的物件，是咱人到
道的本质，迄变质就已经是个人的思想上的物件，已经明了，迄真正xuất世。若是出世之道出来了后，当中伊按照伊规矩咧行，我来做足简单的。当你一个人困去的时阵，你的思想已经规定的时阵，迄是叫做道义的本质。道义的本质，迄个思想与你困去较天光迄个时阵，你拢唔去想哪位？我昨日是清楚好过，我昨日先甲清楚，当然咧，伫你的思想内底当中，已经归纳为一个真正清净的物件。但是伫你的思想复杂的内底当中，对面就分袂来。你就上天上地上环境上土地，伫思想上内底当中做，迄个已经是道的本质去。但是因为道的本质就是讲，伊本来有性，叫不起来。但是咱若是安怎做，咱是太叫不起来。因为咱伫这个世间，咱的定已经叫，咱色已经叫。地叫色用了后，当中呢，就是迄个色去占着迄个定去啊。所以地变质，迄个地变质就变成色，那叫色性亏啊。毋是你的地位亏，色性亏。啊，色性亏的内底当中，咱即个马体，即个思想上的去互即个色性来接引。啊，若接引呢，较上爱来，我想好，你讲即个社会，若无修道的人啦吼，尤其即年才讲正义啊。离政比上界在演，啊嘛当咧做演。迄个讲迄唔好，迄个讲迄唔好，因为做过几百代、几十代，有事实无事实嘛去学出来。这是道本质。人信任无咧讲这物件，人信任是咧赞叹，信任是咧鼓励，信任是叫咱来叫做去行。毋过咱人，因为你有一个本来心性的物件，伊本来有一个依正成真。其中就是有即个伊伫即个上天生互即个物件内底当中，伊本来就是即个物件，但是变质。啊，变质到尾，当然咱嘛人研究到就看你的迄个，你即个真啊吼，你即个本质走偌济。比如讲，咱就是阿拍叫做真嘛，就是真正咱有经成就，叫做真嘛。但是因为真，咱就叫做混嘛，比如安尼啦吼。但是你已经迄个真已经慢慢变质了，你变到什么来？变质啊，袂歹安尼，无使的吼。啊，变到变10%呢，变质不啦？啊，变到70%呢，下落来。啊，变到70%呢，天神啊，伊叫做爱着天神爱着倒落来安尼。啊，若变到50%呢，是咱人的思想；啊，变到40%呢，也受着啦；啊，变到30%呢，就受着啦；啊，变到20%呢，就几着啦；啊，变20%呢，会着啦。就是因为你的本质本来有1%，这个真的本质，已经是本质内底当中已经慢慢已经变成干呐，这个形成。人本来上天互你已经成真在这个当中，这是50%。毋但当时伫中国经济地人本内底当中，出到咱讲叫做正信已有，正信有，伊这就叫做正，伊种就是叫做正信。彼有虚以相有，彼稀其少有，这个物件。就跟你讲，一个人来讲，这个世界伊有富裕富足着100%物件。来到这个世间，都有完全无叫算是其个物件，迄叫做正信。迄嘛真正，这个正信真正要搁有做到100%无啦。伊有嘛，伊相比我嘛，真正非常少。啊，若到